可能你會原諒我吧？可唔可以就係心口佢講？因為想東張西望追討個女，拎走450萬積蓄嘅話題人物可伯同埋何太又上新聞啦。到底何太點解會送院？又話唔會原諒可伯呢？老伯都喺後尾襲擊我，你發生啲咩事啊？我咩事等等？咩事都冇發生，佢淨係咁樣答到真嘅時候，突然推到死10歲，我想殺。星期五嘅朝早8點幾，兩個人喺屯門青田村清順樓住所爭執，於是大打出手。何太嘅後腦位置仲俾萬用接刀割傷，當場浴血。原來何太執好行李，買咗高鐵車飛，準備返內地。佢步出單位之後，可伯追出走廊阻止，雙方發生爭執。期間可伯攞出一把萬用接刀，傷及何太嘅後腦位置，留低咗2寸嘅傷口。而可伯亦都俾何太咬到左手手指受傷流血。有街坊就聽到兩個人爭執聲，於是報警求助。新界北衝鋒隊人員接報到場，可伯同埋何太涉嫌傷人，同時被捕。兩個人清醒獲送院治理。何太早前喺直播節目自爆將會離婚，今個月嘅25號喺港鐵兆康站，夫婦2人同一對男女發生爭執。可伯情緒激動，攞出殺蟲水狂噴，令到一個女人手部被灼傷。警方當時以涉嫌意圖損害等而施用毒藥，拉咗77歲嘅可伯。點知事隔5日，可伯就連同何太再次被捕啦。